大家平安，食饱未？老师食饱食未？饱，哦，今反仔日正食要来，饱未？食一点点啊，因为今仔去找好朋友，所以等下签险啊袂赴吼，读车，即阵泰国开放啊，开始读车，所以都会当去找朋友耍安尼吼，足久无见面诶吼，都会当见面吼。啊，今仔日老师嘛是要来讲朋友对无？老师有上好诶朋友哦。哦，上好诶朋友是生做啥款？系啊，即顶管这拢是老师的朋友的，逐个约会出来无？哦，倒一个是老师，敢看会出来？这其实是最近翕的吼，但是我甲伊处理者，好，所以这就是看老师做伙去爬山，老师做爱爬山吼，所以有足侪爬山的好朋友对无？对对，系啊，来听讲今仔老师要甲咱讲迄个上帝嘛会当做朋友，这毋捌听过吼，较少听过吼。老师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明辉弟兄吼，你好，平安，这第一名。好，安尼，咱今仔日要来讲吼，上帝敢会当做朋友安尼吼？观众朋友，你感觉上帝敢是你的朋友吼？老师老当益壮，为虾米安尼讲？哦，伊爬山对无？吼，老师嗯，逐礼拜拢爱去爬山，伊是不管讲老师老啊啦，伊是讲老师老老啊，师老啊，就是讲无论安怎吼，拢爱去找朋友做伙爬山吼，这是老师即阵上大诶兴趣对无？嘿，落雨嘛是嘛是爱去吼。哦，有人答对啊，哦，乐平第嘿，六，对每一对对，周后一摆颁礼物互你吼，互你送你一个礼物吼，好。所以呢，咱讲到什么？前礼拜咱讲一个朋友，上帝竞选一个人，阿伯对，拉罕对无？选一个人咱讲到对，遮。嘿，啊，伊竞选阿伯拉罕要创啥？是嘿，竞伊来做朋友啦。嘿，哦，因为哦，朋友吼，甲普通人无相款，朋友会啊，当讲心内话。哦，是，啊，你讲话毋免伤济，吼，叫做朋哦，友。啊，你嘿，也真欢喜听朋友讲话。嗯哼，是，所诶以上帝是要竞选一个人竞来做，选一个朋友。做一个因为上好朋友，帝讲阿伯拉罕是我诶朋友吼，独独你，哦，你看圣经内底是以赛亚书41章第8节，嗯独独你以色列是我诶奴仆，雅各是我所竞选诶。我诶嗯，朋友阿伯拉罕诶子孙，就是讲是，雅各就是阿伯拉罕诶子孙，雅各嘿，是阿伯拉罕诶孙啊。是，哦，所以啊嘛是伊的以色朋友，列就是雅各啦。雅哦，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，所以这是咧讲以色列，这是我竞选的。啊，是，以色列就是我诶朋友诶子孙，就是我诶嘿，朋友诶孙啊。嘿。哦，伊这上帝讲诶，嘿，我的哦，朋友上帝足好诶吼，讲伊诶心内话，为什么讲朋友诶？朋是，友就是讲足欢喜听对方讲话，你若无爱听伊讲话，迄个绝对毋是你诶朋友。啊，是，你若爱听伊讲话，还是你爱甲伊讲话，就是你诶朋友。嗯，而且哦，伊咧讲话诶时阵呢，你足欢喜，嗯伊若欢喜，你也欢喜；伊悲伤，哼，你随时会甲袂相甲悲伤，这就是是，是，朋友。因为哦，吼，我顶礼拜拜四伫山嗯，顶吼拄着一个老朋友，因为即是，个较特殊啦。安嘿，怎讲呢？伊已哦，经20冬甲阮无见面，20冬哦，哦。啊，嘿，佮见面诶时，佫会当想着，佫较嘿，特殊诶是安怎呢？就是讲嗯，伊随时甲伊诶手机仔内底相片摕出来，讲阮诶相片佫伫遐，伊这厉害，甲阮诶相片囥伫嘿，遐20冬。20担放哎伫手机啊，手机啊换几啊台吼，拢无迄个你看档案继续因为我有小可介绍一下，我拄着嘿，伫山顶拄着啦吼。是，因为伊较早吼，嘿，拄我开始要爬山，伊是纽西兰诶人啦。嘿，来台湾，伊就足爱爬山，足爱爬山。迄嗯，阵伊无伴，就来参加阮学校诶爬山队。嘿，哦，是，这是学校诶爬山队。就是，甲阮去爬北大武。
北大武一般拢伫迄个叫做快古山庄哦，拢伫遐过暝，遐有厝通好住，足舒适啦。毋过阮无住，阮派家己的帐篷哦，去更较悬的所在，伫遐住暝。迄两暗呢，拄着落雨，落雨吼，当然更较困难。恁帐篷内底拄着落雨，你天光爱去煮物件食吼，真麻烦。就是因为遮尔济艰苦困难，所以阮的印象拢足深。即个纽西兰，即个外国人，伊就安尼，阮后来就离开啊，阮为对啊，伊就爬伊个山去啊。拄好礼拜四，前礼拜四，伫迄个要爬玉山诶，迄个路中哦，拄着。拄着就小人，哇！人就点仔讲足欢喜。为什么遐尔欢喜？因为伊讲诶，阮听有，阮讲诶，伊听有啊。过去诶代志也拢搁记咧。真欢喜。感觉伊就是我诶老朋友。其实伊甲阮干那去爬山尔，并无做伙偌久。所以爬山诶朋友就有一款。朋友就是安尼，无要求对方有对家己有啥物利益。拢无啦，干那讲，互我祝福你会当真幸福、快乐、健康，安尼就好。看到足欢喜，无一定安做。无完全无爱你互我啥物物件。朋友是安尼心情。系啊，咱已经有人讲哦，讲伊有好麻吉，即个麻吉毋是恁某吧？还是即个麻吉伫对？可能伫马来西亚做远诶所在。我要讲台湾俗语吼，讲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鼎甲无灶。无鼎甲无灶，意思是讲你连你家己都无饭通食，就讲你诶朋友交足济，人情世事拢总陪到到。人若要创啥，你着包红包创啥拢陪到到。安尼你绝对是。善良啦，善良甲无饭通食。若是互朋友有压力诶，这毋是朋友。我咧讲诶，即句咧讲诶，其实毋是朋友。就是讲，我要阮兜要迄个啥物带新妇啊，较来甲你找小找这毋是朋友啦。互人有压力诶，到底毋是。来个一句俗语，讲太猪公无相请，嫁查某囝行大饼。这因为较济人毋知影，较早。咱伫台湾，就是讲要娶新妇，就拢会抬猪抬羊，叫做抬猪倒羊啦。因为猪甲羊拢家己饲诶，较早阮兜嘛拢家己饲。阮若要娶某时，就抬猪啦、抬羊啊，请人客啦，做闹热诶，逐个拢欢喜。无一定爱包红包啦，照常请啦。若要嫁查某囝呢，嫁查某囝就向查甫迄边。爱大饼，讲我要爱100斤、200斤。大饼摕来以后，大饼就献互亲戚朋友。摕到大饼诶人就爱包红包，就是讲互查囡仔做嫁妆啦吼。你要一寡金仔啦、衫裤啦，还是讲啥物物件拢好，还是红包嘛是好。所以你若收到大饼是爱了钱啦，算做得甲朋友讨钱啦。你台地讲无相请，就讲台地讲就会当请我去恁兜食一顿青草。你请你嫁查某囝，甲要请是，这朋友中间诶。送饼无要送肉。就是讲，这毋是朋友啦，这咱俗语咧讲。即款诶，互朋友压力诶，完全拢毋是朋友。朋友是完全互你无压力，不管失败成功拢共款。咱有观众朋友讲，好朋友无利益关系啦，吼，对无吼？袂讲我互你啥物，你无还我啥后摆无爱互你啊，无爱甲你做朋友。好朋友哦，拍死无走。就是你即阵看伊冤家，伊人工过来找你迄种，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一种朋友是安尼吼，有代志才要来找你诶。好来，咱来继续吼。所以朋友上帝认阿伯拉罕做朋友时，所以上帝就会当甲伊讨办伊家己讲诶话。上帝知影阿伯拉罕诶软弱甲缺点，用各种诶困难来训练伊、培养伊。
来承接未来永稳的地位甲能力。是，就讲上帝知影了解阿伯拉罕，阿伯拉罕了解上帝，所以上帝讲的话，伊就听。哦，咱即阵免讲顺服的问题啦，因为伊是朋友，啊，伊知影，伊信伊，信伊有够，啊，着听吼，啊，上帝也了解伊的软正，着来培养。咱以后会当看着安怎甲伊培养出来。是。哦，所以咱知影伊竞选阿伯来按一个人，毋过对一个人着发展成做希伯来族，希伯来民族完全拢是阿伯来按的子孙啦。是。哦，啊，佮有呢，出埃及以后，就成做以色列国。你看，对一个人成做一族，成做一国。有无？对阿伯来成做以色列族，啊，成做以色列国，吼。所以咱拢有算对无？咱拢有算伊的子孙对无？要相信伊的人，就变成伊的子孙，阿伯拉罕的子孙。啊，上帝当然，上帝了解阿伯拉罕，啊，伊知影阿伯拉罕也了解伊，所以上帝心声就透露了。就讲伊欢喜讲伊心内话。伊伫约旦河的时有讲一句话，上帝讲的吼，伊讲。哦，佮对天有声讲，啊！你是我疼的囝，我欢喜你。就是伊看到耶稣伫约旦河洗礼，受约翰的洗礼，啊！上帝真欢喜，伊心内声就讲出来，讲啊！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你。这是对耶稣讲的。这个是对耶稣讲的。啊，你个心内话嘛。后来，啊，佮有一届伊伫迄门山吼。向伊学生，向耶稣的学生讲，因为伫迄门山都有魂、大音，佮有声对魂来出声讲，讲，即个是我疼的囝，恁着听伊。向伊学生讲啊，讲即个耶稣，讲耶稣是我疼的囝，恁着听伊。这是上帝的心声啦，伊会当透露伊心内所想的。哦，伊佮讲哦。这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，要保养我的名声，这是伊的心声。啊，有人讲，像那巴别塔，咱讲过，就是要保养因家己的名声，甲上帝的名声压落去，有无？啊，上帝是毋是无欢喜？因为伊无了解。所以上帝心声就伫遐透露出来。朋友互相之间就是安那，上帝的朋友阿伯拉罕，咱来看伊。伊就知影上帝咧想啥物。对，你看哦，上帝对伊的朋友讲，这真重要。为什么安尼讲？我先甲你介绍，因为上帝已经心内有咧想讲世间人最容易犯罪。生出来就想要做歹，啊！我要怎样来拯救因呢？因为伊听世间啊，要怎来甲伊拯救？啊！伊就有咧计划讲，将伊的囝无罪的人来代替有罪的人来死，诚做一款的烧祭献互上帝以后，啊！人的罪靠着信耶稣来得到赦免。所以上帝有迄个计划，但是还未做出来。伊干那心内底想尔，大家拢毋知啊，还未开始做。啊，伊就对伊的朋友讲，伊想讲伊的朋友先来做看卖吼。上帝讲，你带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囝，你所疼的以撒去摩利亚的地，我所要指示你的山，伫遐将伊献做烧祭。献做烧祭意思就讲，甲恁囝杀死，啊，佮甲伊烧掉，啊，这个就献做烧祭。啊，因你看上帝叫阿伯拉罕做这件代志，实在是足困难。是啊，伊足老较得到这个。伊是足老的时阵，才生一个囝。是。啊，这个囝是，是安怎来？是上帝应允的。咱像后壁，佮有一张的款，佮有一张阿伯拉罕的囝那时候，后来。阿伯拉罕。透早起来。我知影啊，迄个阿伯拉罕，透早起来备万炉，带伊两个少年人甲伊的囝以撒，也
破烧济茶，就去信去上帝指示的地。我先来讲这两段好了。这两段其实你若甲想，上帝为什么讲为伊家己讲的，为伊家己做的呢？伊叫阿伯拉罕伊的朋友来行实验，你会当换做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是伊所疼的。多谢咱有读过，耶稣就是上帝所疼的囝。伊要将耶稣钉十字架，所以咱俩这段圣经我讲，我甲伊当做你，改做我上帝讲我带我的囝，带耶稣就是我独生的囝，我所疼的耶稣，伊哥哥他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所在。去我所要。就是伫遐指示要伫遐顶十字架，伫遐将伊献做烧祭。烧祭就讲赎人的罪。你若有罪，较早伊有一个例，就讲你若犯罪，不管是故意也无故意，总是你爱杀羊杀猪，毋是无杀猪，我讲毋对，杀羊，就伫遐杀牛还是会使。太鸟啊，对无？来献祭，献祭就讲即个物件来牺牲，就是要赎我的罪。耶稣就是要牺牲的生命来赎人的罪。所以其实伊做即个代志，伊要朋友体会讲以后要叫耶稣嘛做即个。对啊，咱知影为什么阿伯兰随听伊的话？阿伯兰听伊的话，因为伊是伊的朋友。知影上帝讲这话是心内沉重，毋是普通咧滚笑绝对看袂出伊咧滚笑，是足严重的代志。所以阿伯兰听到这话，伊连一句话都无回答。像遮尔大的代志，要将因囝甲伊带去刣死，安尼这是毋足大？无甲因某相上，无互因某知影。知影就不得了。伊就家己甲伊个上疼的囝出来。实在讲啦，你若讲必然应该会当回答讲，你若袂你刣我啦，莫刣阮囝，一定会安尼想啦。有道理。因为伊是100岁甲生这个囝，独一个啊，无搁有第二个啊，疼命对无？破柴，你看耶稣是面有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煞咧耶稣去派伊家己十字架。去钉伫十字架顶，而且你有看伊个备办炉，叫阿伯拉罕透早起来备办炉，甲耶稣是咪共款？然后伊个破柴，最后是叫因囝背去，就是讲耶稣背十字架去，拢完全共款啦。即个就是将来迄个十字架牺牲来做就是大圣来伫遐有演。所以先要互伊体会迄个感觉，体会迄个艰苦。朋友之间就会当体会，所以阿伯拉罕无讲话，就照安尼做。阿伯拉罕从小一个插迄个囝以色列身上，家己手举火甲刀，对迄碟两人三甲行，对迄碟两人三甲行。耶稣甲上帝对耶稣出世的时阵的三甲行，无论耶稣伫倒位，上帝甲伊伫咧。伫山顶是有7天40日无食饭有无？佮有经过足济代志，拢甲伊伫咧三甲行。对。所以就是讲，就成诶吼，即个阿伯拉罕真正是。阿伯拉罕甲上帝是朋友，好诶朋友。既然朋友，就会当来做一个着听有对方咧讲啥。应该免讲话就免讲话啦，因为伊知影，伊看出伊个朋友诶心思。伊会知影阿伯拉罕要刣因囝时，随甲阻挡，天使随甲挡掉，讲你毋通安尼做。伊有一只羊。伊个角拄仔钉伫，拄仔钉伫咧树枝个顶悬。所以伊毋是你演戏，伊是真正是要甲刣诶。真正是安尼做上帝也真正体验人诶艰苦，甲已经愿意，所以伊将来一直伫遐训练。为什么做这？
第一项代志哦，你看哦，为什么阿伯来安尼做？因为伊要生迄个囝的时阵是已经100岁，是，伊想讲我无可能啦，阮某也已经无可能生囝，所以因有想家己的办法，要做因家己的护下，就是讲伊要对啊，后壁的护下，所以因兜的查囡啊，伊有家己想，佫有另外的家故事。己想的办法，咱即摆无要讲遐，你过迄个后壁佫有一张无？无，这暗笑这个，对啦，我咧讲暗笑就讲，上帝甲伊讲，你明年即个时阵要生一个囝，伊听到是因某要踮门口偷笑啦。阿伯兰啊，想讲这无可能啊！伊是咧讲，秘书人咧讲你是咧讲笑话，还是讲连环话？我已经100岁，我像个死人咧，我根本就袂生囝。佫有因某讲哪有可能诶代志？伊因来踮偷笑，结果呢，时间到，真正生一个囝，所以受第一摆诶训练，阿伯兰知影讲伊诶朋友讲安怎就是安怎，所以叫伊甲伊诶囝献做小姐，伊无第二句话，因为伊了解伊诶朋友，上帝。所以即摆头好，顶摆头笑。对啊，即摆咧叫伊抬伊上疼诶囝，当然着头暗啊哭啊。是。然后你感觉？然后就是后礼拜咩？好，咱后礼拜要继续。是，因为咱讲到上帝心声对无？上帝心声。对，后礼拜讲上帝心声。对，继续老师要继续讲上帝心声吼。所以今仔做欢喜，咱有做侪好朋友伫即个网络顶悬，甲咱做伙开讲吼，应该是未食饭吼，所以因都无用咧食饭，安尼真欢喜吼。老师多谢老师甲咱讲一个上帝是上好诶朋友吼。其实足少用即个角度咧想上帝吼，所以今仔开始咧来当甲上帝当做好朋友哦。后礼拜一下暗吼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即个节目是台湾信教会甲泰国启蒙基金会做伙主持诶吼，那欢迎观众朋友，你若想要听啥物台语，听啥物好耍诶代志，还是你有啥物趣味诶代志，嘛当甲阮分享吼。足侪人咧多谢老师啊吼，袂歹吼，大家拢足有礼貌诶，多谢老师诶查囝。老师诶查囝是啥人？大家知影吗？计查囝现大饼。计查囝现大饼，今仔学会晓啊吗？计查囝袂使啊，安尼咱就毋是好朋友啊，对无？计查囝袂使叫人现啥物？但是袂使叫人现大饼，对无？所以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。多谢朋友，多谢老师，平安。平安。